面對危機，任何人都希望領袖能夠帶嚟改變，帶領民眾面對困難，渡過難關，又針對時弊提出建議，廣泛討論，尋求共識，繼而成為政策，切實執行。喺改變背後，領袖最重要嘅就係同民眾溝通，建立互信。否則，即使領袖想變得好啲，民眾亦都唔會領情。針對華人社會其中兩個政治領袖馬英九同埋曾蔭權，兩位喺當選初期都受到民眾嘅肯定同埋支持。馬英九成功當選，反映台灣民眾希望改變陳水扁執政8年以嚟島內政治同埋經濟困局。同樣，曾蔭權出任特首，當時港人希望佢能夠改變董建華時期議而不決、決而不行、唯命是從以及用人唯親嘅施政風格。經過一連串考驗，呢兩位領袖喺民眾嘅心目中係咪可以帶嚟改變呢？最近喺一個台灣電視節目裏邊，馬英九嘅表現被評為唔合格。意見指出，雖然馬英九由過去法務部長、台北市市長一路以嚟形象都非常之好，但係只係靠領袖魅力領導，響太平盛世仲可以嘅。但係去到現實情況就唔一樣，面對金融風暴帶嚟一連串考驗。假如一個領導只係靠魅力，冇辦法對執行有長遠嘅規劃，團隊嘅執行力同埋辯護力唔夠，魅力就會慢慢消失。馬英九嘅魅力強項，靚仔、好學生、青年呢啲形象加埋一齊，喺選舉時候需要，但係擺到總統位置，黨內利益擺唔平，政府亦都擺唔平，解決唔到經濟問題，街頭運動更加解決唔到，形成佢個人形象同埋施政上面最大嘅難題。因此，馬英九只有領袖魅力，而領導能力唔夠，令到佢嘅支持率即係維持到4成幾左右。香港嘅情況亦都有相似嘅地方。即使曾蔭權唔係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，由於佢上任之後冇幾耐就提出強政勵治，又得到中央政府嘅支持，加上經濟環境嘅改善，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嘅數據，曾特首嘅民望初期曾經超過70分，後來亦都能夠維持到65分以上嘅水平。可惜由舊年下半年開始，一方面由於亞洲金融風暴，特區政府未能有效有切實嘅紓解民困措施，再加上副局長委任風波，以及喺立法會因為鬥噏辯論同埋代表港人論，引起唔少港人非議。即使佢後來嘗試糾正，但無可否認佢領袖魅力已經受到損害。有人話危機即係危中有機，如果領袖能夠化解危機，危機就會變成新機；否則，對一個無能嘅領袖嚟講，危機最終會變成大限之期。